先开始，咱来关心国民党籍屏东县议长周典伦和国民党中常委周明阳爸仔囝，那亲像是涉嫌郭台铭总统连署买连署书的乌西案，昨昏互检调约谈。审问了后，周明阳以50万交保，也拿周典伦互收押禁见。一直到半暝媒体甲地方人士有缘伫屏东地检署外口咧等，因为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甲伊第三查某囝，也是国民党中常委的周明阳，牵涉郭台铭总统连署案乌西，25透早徛过甲办公室做着所早个约谈。经过侦讯，周明阳50万交保，暗过周典伦涉嫌违反连署行贿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审后遭到刑下。今日透早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真正要支持郭台铭，伊嘛是为着国家的理想，伊的看法、个人看法大家无共款嘛。连署书是10月份的代志啊，这段时间郭台铭宣布无选，议长伊嘛渐点。郭台铭参选连署期间，各地也出真济连署行贿案，潮州调社区干部等3人涉嫌每份200块收买连署书，检方调查强发的时阵发现，潮州镇长涉嫌协助向法院成立标准。综合事情了，佫认定周典伦同款也违反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。侦讯不公开，那我也没有比较确切跟明确的一个，就是说他被约谈的一个目的跟一个方向是什么哈？那所以一切也是等到那个检察官那边的一个说明，我们才会清楚哈。谢谢大家关心。周典伦在20日周家基表示，相信司法会刑罚被清白。不过，潮州连署书行贿案继续滚假，连议长周典伦拢羁押禁见。专案检方继续侦办，伫总统甲立委大选进程，也引起地方政坛震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